咁啊，又講呢個紫微斗數啊。咁啊，紫微星紫微星咧係一個帝王之星啊，代表權威、領導、組織能力。咁啊，具有強烈嘅主觀意識和獨立嘅思想。咁啊，喺紫微獨坐嘅情況下咧，呢種情況咧就好常見，係比較孤軍啊。簡單嚟講咧，就係孤軍作戰咁樣就非常之不好嘅。因為一個皇帝咧一定要有手下，咁啊先至可以行好運。如果樣樣嘢咧就包攬晒所有嘢程序咧，咁啊唔係幾好啦。咁啊，即係喺公司層面上咧，有啲公司咧就即係喺個生產流程裏面咧，由源頭開始到結尾咧，都係自己公司做晒嘅。咁樣呢種咪叫做紫微獨坐嘅現象咯。你冇可能包攬晒所有嘢噶嘛，係咪？咁啊，所以啊，大家注意呢個問題啦。子午兩宮咧，其實咧就係南北嘅軸線嚟嘅，咁就係紫微星入廟嘅地支地嚟嘅。咁啊，力量最強。咁啊，如果子宮係平勢，力量係稍弱；午宮咧就最強。咁啊，子宮係最弱。咁咧，因為佢對宮係貪狼星嘅關係啦，咁啊受制呢個貪狼星係一個三大煞星、三動限嚟嘅，即係動嘅意思啦。喺遷移宮嘅貪狼裏面，咁啊其實咧皇帝應該喺個皇宮裏面運作㗎啦，好少會周圍走嘅，所以對於遷移宮嚟講就應該嘅動能唔係好大嘅啫，咁真就。咁頭先講咗啦，都係講嗰句啦。紫微星嘅突顯咗佢嗰個獨立性啦，同埋領導嘅慾望啦，同埋掌控嘅面目、掌控嘅局面，即係頭先講嘅嘢啦。即係你冇理由全部嘢都係自己做晒噶嘛，一腳踢噶嘛，咁你一定要分擔俾其他人噶嘛。但係事實上咧，佢最大嘅問題就係呢樣嘢，亦都係佢嘅優點嚟嘅，因為佢強烈嘅自信心啦，或者佢嘅內斂啦，同埋個獨立性嘅嚇。咁咧，佢個社會地位如果喺午宮嘅話咧，社會嘅地位咧可能會高少少，成功立業嘅情況就多啲。咁啊，但係喺子嘅情況下咧，咁就平勢，影響不大。但係咧，佢嗰個能力就比較低少少。所以咧，我哋咧就話啦，午火咧其實咧係代表皇帝嘅，即係喺八字上嚟講咧，午火係代表皇帝。唔係個子代表皇帝，係個午火係代表皇帝。好，咁啊，其實咧就紫微星嘅財星就係武曲星嚟嘅，即係你係一定嘅呢樣嘢。咁啊，所以咧武曲星係即係國家嘅財嚟嘅，即係簡單嚟講，即係皇帝運用到嘅財嚟嘅，國家嘅財啦，所以咧好多時紫微在午嘅人咧，因為佢獨立嘅關係啦，咁啊可能被國家選為一個比較能力管控錢財嘅一個職責啦，咁啊都有可能嘅。調轉咗啊，即係調轉咗，唔係佢管理國家嘅錢財咧，佢應該啲財佢用到啊嘛，佢用唔到，因為武曲星啲財咧係國家嘅財。咁咧天上星咧就係印星嚟嘅。咁啊有印有財之下，呢個因為佢孤軍嘅關係啦，咁啊財運咧就會較好嘅。咁啊如果係午嘅話咧，就係金融啊、實業啊，咁就財運會更加好。如果子宮嘅話咧，就會有理財嘅能力啦，就財運就稍弱少少。咁咧就事業上咧，其實就紫微星嘅事業就冇乜意思嘅，因為咧最好嘅紫微星咧就係個父親有祖任俾佢，佢嘅工作咧同佢個祖業咧有啲關係，咁樣咧先至係最好嘅。如果佢係以創立即係創業嘅話咧，其實咧佢就唔啱嘅，即係可能咧庸庸碌碌嘅。佢要創業嘅反而庸庸碌碌，創業咧係需要破軍星嘅，佢冇啊嘛，所以佢就爭少少嘅。而且佢個受制咗個財帛宮有個天上星喺度，變咗咧做一啲咁嘅慈善嘅工作嚟嘅，咁啊所以咧小心少少。
嗱咁咧就感情同家庭嘅方面啦，咁其實紫微星獨坐嘅時候，我哋又覺得佢好難去了解嘅。我即係呢種人咧就庸庸碌碌啊，即係嘅人嚟嘅，通常都係嘅。咁啊，但係咧你梗係睇相嘅時候，梗係讚佢噶啦。咁啊嘅桃花運好啊，感情有瓜葛啊咁樣。如果與天刑同星嘅話咧，感情嘅約束能力就更加強啦。天刑咧即係困星嚟嘅。咁啊田宅宮、父母宮多空宮嘅時候，多為空宮，咁啊即係本身係空㗎啦，咁樣就咁咧家庭背景普通啊，庸庸碌碌嘅意思啦。嗱，明唔明白？庸庸碌碌嘅意思就係因為佢又覺得個田宅宮同個父母宮嘅問題嚟嘅，要靠自己努力改善。呢個係因為佢有咁嘅質素咧，紫微星獨坐有咁嘅質素咧，係庸庸碌碌。如果佢父親係好有錢有祖蔭，嗰係另一件事嚟嘅。所以咧睇紫微斗數咧係講緊一個即係一個社會系統嘅思維嚟嘅。咁啊，如果吉凶判斷嘅話咧，其實咧我哋紫微斗數有六吉六凶嘅現象，吉星越多，紫微星就越好，係咪咁咧？會唔會吉星越多嘅時候咧，只不過代表每一粒吉星代表佢遇到嘅貴人咧？貴人越多係咪即係個人咧就會發展得好咧？係咪真係呢個貴人你用唔用得到咧？咁樣呢個問題咧就係應該開唔到竅嘅。正常情況下咧，嗰啲紫微斗數嘅紫微星獨坐嘅人咧開唔到竅嘅。嗰啲貴人咧喺佢出現咧，佢唔善於利用嘅。呢個係佢個最大嘅特點嚟嘅。反而咧佢見到化權星咧就好啲啦。化權咧又同埋化科就好啲啦，因為佢本身係有能力去掌握邊啲個貴人，邊啲係唔貴人啊嘛。咁啊，如果遇到殺星有乜問題咧？本身紫微星係制殺嘅，所以咧佢根本咧就唔怕殺星嘅。咁啊，但係咧市場咧就覺得佢如果有殺星咧，對紫微星就唔好啦。咁樣呢啲就因為佢見到個殺星有佢個主要嘅像素喺度，好多時咧紫微星咧就唔會影響到嗰個命主嘅，有殺星都冇事嘅，因為佢制殺嘅。咦？呢度長咗喎，OK，咁啊縮翻短佢啊，唔好理佢啦。咁啊，紫微獨坐在子宮嘅時候咧，就係有潛力嘅格局嚟嘅。如果五宮嘅力量呢個更加強，子宮咧則個內斂。咁啊，吉星扶持，咁啊感情家庭方面咧需要注意貪狼星嘅影響咁樣，整體運勢同大運流年咧都要用其他星曜嚟影響嘅。咁啊總結就係咁樣啦。咁啊事實咧就紫微星有咩特別？獨坐咁啊孤軍作戰，簡單嚟講，咁啊即係要改善命運嘅話咧，就要多啲了解人與人之間邊啲用得到，邊啲用唔到咯。即係功利少少咯，因為佢天上星影響咗佢啊嘛，變得冇咁功利啊嘛，同埋佢做咗啲嘢咧，應該好表揚自己先得嘅。做咗好事咧，就不停話自己做好嘢咁樣，就唔可以暗啞底嘅咁樣，就暗啞底將啲好嘢咧就自己不停咁輸出，人哋唔會多謝你嘅，因為咧佢一冇咗啲吉星喺隔離咧，佢就會產生呢個問題咧。佢做嘅嘢咧係冇人理嘅，佢做嘅好嘢又冇人理，壞嘅嘢又冇人理，樣樣自己一腳踢㗎。咁啊，所以咧好多時咧紫微星獨坐嘅人咧係庸庸碌碌嘅。只有一個可能性咧，就係話咧，佢能唔能夠創業？佢又唔能夠創業嗰個死喎，即係佢冇破軍星幫到佢喎，佢只有個天上星去做啲慈善嘅機構啊，做啲咁嘅即係咩家計會啊嗰啲咁嘅工作喎，個政府嘅工作喎咁樣。咁啊，即係話紫微獨坐嘅人做政府工作咪得咯？係啊，做又36，唔做又36係最好啊！即係所以咧，又話又唔好太差，只不過佢嗰個方針唔同啫。會唔會做一腳踢嘅公司好咧？咁樣咁啊，其實咧就呢個一定係佢自己思維嚟嘅，因為佢自己有咁嘅咩？我做喺台灣嗰裏邊喺嗰度做啲咁嘅街頭小食嘅，佢都係自己嘅諗法嚟嘅。佢自己諗法咧，想話我邊度買貨呢度做嘢，呢個係佢好想咁做嘅。如果年紀越大咧，佢越係有呢種衝動嘅。咁啊，好啦，咁啊講完。